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互咱伫主日会当同心做伙来敬拜上帝，也欢迎草屯这个青少年甲咱同齐做伙来敬拜，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疼满满伫阮的中间，也通过你所启示的话来成就阮的帮助。互阮欢喜顺叹主你的启示，你的话去行，照你所应允的福气满满，就要临在伫阮的中间。主啊，阮的心较无这个恩典甲祝福，愿你照着你所应允的赏赐伫阮的中间。搁一摆通过圣神来启示主你的话，互阮得到帮助。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台湾人甲华人的文化，拢有一个共同的所在，就是咱的囡仔对出世，甲伊栽培、养育，互伊大汉成人，一个真要紧的目标，就是会当得到五福甲五子登科，有妻子、有房子、有金子、有车子、有儿子，这就是咱所期待。是一个福气。通讲，若是安尼，就是一个有成就的人，一个就是有上帝祝福的人生。有影咱来当伫社会有好的工作，对教会有好的服侍，有好的信用，确实是上帝恩典，所以咱爱感谢。虽然想讲，到底伫台湾人甲华人的文化内底，咧追求的五福到底是啥物？好一个福气，这个福气每一个人的定义拢无共款。什么是福气？什么是祝福？什么是蒙福？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共。回想伫咱少年咧谈恋爱的时阵，乃当甲心爱的人敲电话，敲2点钟、3点钟，哇，迄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对毋对？你拢结婚足久啊，你拢袂记啊？有时阵，咱也感受到，乃当全家庭的人三角做伙食饭，享受到天伦之乐，这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有人是婚姻的中间得到圆满，生活无得到欠缺，逐项拢真顺遂，这也是一种的幸福。所以每一个人对幸福这个定义无共款。第二项乐这句话，就是古早时代伫官府的所在来做官，会当得到悬的薪水，就这句乐这句话。这句话意思是代表一个人有得到好的地位、好的名声、好的收入。用今日话来讲，乃当做一个公务人员，伫政府的机关来上班，那安尼时阵，对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已经是一个真有水准的地位。但是即摆咱的社会的环境已经改变，人较无爱伫政府的机关来上班，人较爱做立法委员，因为立法委员会当质询遐行政院长、遐立法院长、遐政府官员，所以即摆做立法委员比政府的官员搁较好。第三项财是一般人认为就是物质也是金钱来评估一个人是毋是成功还是失败。虽然要找竞赛，咱嘛是咧看伊有啥物款的学位，伊有啥物款的收入。当然，钱毋是万能，但是无钱就万万不能。第四项囝就是儿孙满堂，就是咱的囝儿孙济济，会当伫围绕咱的身边，迄种的欢喜。但是伫今日这个时代，人结婚的年龄愈来愈延后，
生囡仔嘛愈来愈少。所以咱的囡仔若无结婚，若无生孙，咱就拢袂当成功，袂当做阿公、做阿嬷。所以，这个囝儿孙的期待，伫今仔日的观念嘛渐渐咧改变。最后一项就是收，就是人的年岁若超过60岁，拄着人的时阵，人甲你讲，哦，你愈来愈少年呢，哇，你感觉足欢喜的。而且咱的物资各方面拢真好势，医疗环境也真好，所以平均女性会当到84岁，男性会当到78岁。通讲是一个会当享受真高龄的年龄，总是伫即种的年岁内底，人嘛真烦恼。65岁若退休，互咱活到85岁。搁活20年，上烦恼的就是退休金无够用啦，这就是上烦恼的事。拄则咱真简单来分析五福、福禄财主寿，伫过去的时代认为这是一个福气，上天的祝福，但是伫今仔这个时代就无拄拄是安尼。五福临门是一个期待，一个目标。对有限的人生来讲，这拢是地在。总是咱来当得到上帝的祝福，伊愿爱感谢，爱甲人相甲分享。所以昨昏有参加咱教会一个兄弟的家庭礼拜，上帝赐福有遮尔水的厝体，甲伊相甲欢喜，了相甲食饭。这是一个上帝的恩典，疼痛甲祝福。伫你我人生中间，今咱读的圣经《申命记》第28章，就是线接顶礼拜，我对《申命记》第1章、第4章，咱伫读的中间用一个主题，就是听的叮咛。摩西伫遐叮咛新的一代的以色列百姓，甲伊讲：顶一代恁的父母无法度入去迦南地，就是。对上帝无信心，甲困难看甲真大，总是甲上帝看甲真小。所以摩西伫遐讲起上帝作为，互因来得到信心、勇气、信仰的心智，来进入伫流年甲迄个地。今仔日看这段圣经节，《申命记》第28章，就是摩西的第2段的讲道的结论。伫这个结论的中间，上重要的就是伫第1节甲15节以后要讲的代志。咱来看圣经的第1节，摩西伫这个所在安尼提醒，讲：即使恁若听上帝的诫命，接受甲上帝所立神圣的约，恁就要得到上帝祝福。总是恁若无听上主恁的上帝的话，无确实遵守一切法律甲诫命，恁就会遭遇到各项的灾害。然后讲了，摩西就讲这段祝福，过来这段的咒诅到底是什么？换做来讲，伫摩西第2段的讲道要结束的中间，伊要提醒的，就是以色列百姓要得到上帝祝福的优先的顺序 （priority）， 迄个上重要要得到祝福是什么？遵从上帝的诫命、律例，照安尼去行。这个就是摩西28章整个对第5章到28章的讲道的一个上重要的结论。第3部的讲道当然是对29章到第34章。换做来讲，伫咱正做基督徒的性命内底，若无照上帝教示去行，是有可能会得到福气，但是迄毋是久的。这种亲像什么会呢？会当比评什么会？拄拄亲像两个国家，国家甲国家咧签订迄个合约的中间，
说出一个国家若破坏甲一个国家所定的条约的时阵，伊爱赔偿，伊爱付代价，因为你无照国甲国的条约来做。这是国甲国的条约的中间，互相若遵守这个条约，就会有付费，就是贸易、经济、外交政治上迄个互相的保障。同款，以色列百姓甲上帝万王之王所立神圣的约也同款。迄个约就是人只要遵守，照安尼去行，上帝祝福是无限量的，无限量的祝福，无限制利益，就要临到伫因的中间。请问下弟姊妹，遵守上帝诫命，毋知简单啊困难吼？你认为简单啊困难？拢无人敢讲。那我认为是真困难。要遵守上帝约定是真困难，但是咱若遵守，就会得到福气。是安怎困难？比如讲，咱食做基督徒，每一年的新春开始，咱就讲要入字来读上帝话，要对创世纪开始读，但是一年结束拢还袂出埃及，真困难啦！咱若决志，讲每一天7点要起来读圣经，但是过一礼拜了，暗时读嘛会使，慢慢就讲一个月才读一摆就好啊。我个人认为，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话是真困难的一件代志，真无简单。咱看以色列百姓伫上帝恩典的内底，通过摩西安尼甲伊讲，你若遵守，会带来啥物款的祝福？咱伫圣经内底至少几啊项写伫即个所在。头一个，城市甲庄骹所种做的五谷，拢会当丰收，牛羊多多，出入平安，拢事事蒙福气。安尼好无？安尼好啊！无论你住伫城市，或你住伫庄骹的所在，你的工作拢会当得到兴盛。第二项就是咱的国家，国家要得到强来拍赢对敌。咱知影以色列这个国家四周围拢是阿拉伯的国家，拢是回教的国家，总是伊成做一个世世敬畏上帝的国家。要成做一个真有影响力的国家。为什么以色列会伫迄个所在？咱看整个地图，以色列拄是伫非洲、亚洲、欧洲一个上中心的点伫遐。第三项，第11节甲12节，摩西应允讲伫老尼甲密的迦南地，伫遐你要开始耕作，伫旷野你食玛纳。上帝赏赐，但是到伫迦南地了后，恁就爱伫遐耕作、做实、种田，恁才会当丰收。所以上帝拍开天顶的窗，照时落雨，润得田园，互你各项拢到业无欠过。咱若做实人，咱就知影，是咧看天食饭的。做实人若无水，来润得迄个五谷的时阵，所种做拢袂丰收，所以真需要上帝赏赐、祝福、雨水，照时日头雨水的润得。第四项就是国家要成做领导的地位，久长来安定，永远袂衰败。第五项就是唔通违背诫命，唔通祭拜别国的神明，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只要因持守甲上帝所立的约，上帝就要赐福因，来负起伊对因的责任。这就是摩西伫这段圣经内底所提醒的。咱要来思考，顺从上帝诫命是暂然无简单。
申命记第27章，拄28章的前一章，摩西伫以巴路山的大石头顶面写上帝的诫命伫顶头，问所有人民讲：你欢喜遵守无？因讲阿门，阮欢喜来遵守上帝的诫命。只咱看见，迄个诫命是啥物？就是10条诫。10条诫伫出埃及记20章写一摆，伫申命记第5章佫写一摆。为什么10条诫这么重要？10条诫就是通讲以色列国家的宪法。因为这部宪法是上帝伫亲自伫西奈山顶头用手写予摩西，写伫石盘顶头。所以摩西落山了后，就伫遐颁布，伊伫山顶对上帝领受10条的诫命。这10条诫命，就是耶稣基督讲的12诫的信仰。第1诫到第4诫讲到人爱敬畏上帝，毋通条件好上来拜，单单来敬拜独一真的上帝，就守安息日做圣日。第5诫到第10诫，就是讲到人甲人互相尊重内面的伦理生活，就敬畏咱的上帝，然后就听从顺服咱的父母，毋通去侵犯着别人，毋通去贪心别人的物件，安尼才会当建立一个人甲人真和谐伦理的生活。后来，以色列人就将这个律例，佫甲加添10条诫了，佫甲加到偌济，加到613条。后来伫旧约的圣经内底，就渐渐发展对整个上帝启示话中间头一步就是摩西五经。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摩西所写的5本册。第5本头一本创世纪，第2本出埃及记，第3本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叫做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后来就佫增加王国的历史，就是对士师记了后，然后对撒母耳记、对列王记、历代志，一个王国的历史的中间来看见上帝作为，继续来看智慧文学，圣经上中心的5本册，都5本约伯，过来诗篇，过来箴言、传道书、雅歌。这就是智慧文学，伫这5本的内底，就是以色列先祖伫人生的过程内底对信仰的体会，真宝贝话放进内底。然后5个大先知，然后12个小先知，就形成39部的册，成做旧约的圣经。所以伫申命记第6章第4节、第8节。摩西咧重复咧讲这个话，第4节甲第8节安尼写，咱有圣经会当看你的圣经《申命记》第6章第4节甲第8节。摩西讲：以色列人民啊，恁都爱注意听，上主是咱的上帝，道伊是主，你着用全部的心、全部的心情、全部的心智、全部的意念来听上帝。我加颁布互恁的律例。恁就爱去行，就搁教示恁的囝儿，代代传承。无论伫厝、伫出外、伫休困、伫工作，恁都爱复习这个诫命，爱甲伊绑伫手，写伫头壳顶，写伫恁的门框，伫恁的大门的顶头。咱今仔日若到伫以色列的所在去旅游、去灵修，咱就会当看见，若是犹太人的家庭，一定照安尼做。伊认为，照安尼做，才有通得到上帝的祝福。第2段落，咱看第申命记第8章第20节到第3节。第8章的第20节到第3节，摩西伫遮讲：恁着回想过去，恁伫旷野40年久，上帝怎样养饲恁，互恁骹无碰拍，衫无破去，要考验恁，互恁谦卑。怎样来遵行上帝的诫命，
人咧活，毋是靠食物，是靠上帝的嘴所讲的每一句话。摩西伫遮不断咧重复，不断咧提醒，就是爱顺叹上帝的话。诗篇119篇105节，咱真熟的一段圣经节，讲上帝话就是我骹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规本的圣经差不多拢咧讲起，咱爱顺叹上帝话，因为顺叹上帝话实在是无简单，足困难的，因为咱面对真侪有血未血伫咱的中间。咱看王国历史到底，所罗门了后，国家分做两个国家，北平以色列，南平犹大国，就亲像咱的国家对蒋介石了后，分做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款。后来北平的以色列国和亚述帝国来灭掉，伫主前721年。南平的国家犹大国和巴比伦帝国甲灭掉，伫主前580年，以色列就亡国啊。伫亡国的中间，上帝兴起这先知耶利米、以赛亚、但以理先知来提醒，为什么咱是上帝选民会面对这种的苦难、亡国的灾难？原因是什么？这先知继续来提醒因因发现一个原因，请问什么原因？因得到一个答案。阮拜偶像离开上帝，意思国家面对这么大的灾难。所以伫迄个时阵，就有一群敬虔主义、修道院的主义的人开始咧提倡，讲咱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咱已经甲摩西话袂记啊。几千年前，摩西甲咱讲的话，咱拢甲袂记哩了了。日本话讲，安尼我说咧答安尼袂记哩了了啊，完全甲袂记哩啊。所以就开始一群敬虔的主义出来，就是后来伫新约的中间，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就是开始要恢复伫圣经的中间，上帝诫命爱去遵守。虽然到伫新约，咱看见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咱毋是敢若犹太人，敢若守旧约的圣经，咱犹原守新约耶稣基督的启示。主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讲一段话，伊安尼讲：讲你毋通抓做我来的目的是要废掉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教示。我来毋是要废掉，是要成全伊的真正的意义。所以耶稣是要成全旧约的圣经一个真的意义。第20节，耶稣安尼讲：我甲你讲，恁爱比这经学士、法利赛人更较忠实实践上帝旨意，才会当入去天国。亲爱的姊妹，咱今日诚做基督徒，虽讲咱毋是以色列人，但是咱受上帝呼召，诚做基督徒。咱也共款爱顺服、降服伫上帝这本话内底，才会当得到伊的祝福。你看美国的总统，美国总统若要上任的时阵，一定是爱手翻伫这本圣经，讲我要遵照上帝话来治理这个国家，互这个国家来得到上帝的祝福。希望遵守上帝话是真无简单的一句话，要照安尼去行嘛，真困难。但是上帝已经甲咱讲，你若欢喜安尼去行，我就要祝福你，互你蒙福最最伫你的中间。第三，咱要思考的就是咱要怎样来得到上帝的祝福。咱看见约书亚记第5章第10节到12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入去埃及，入去到伫迦南地了后，因伫遐守盘过节，因伫遐食迦南的土产，就是伫遐食烘的麦穗，伊个无酵饼，伫遐守这个节期。圣经安尼记载，迄一日玛纳无搁降下来。请问入去迦南地了，因爱做啥物代志？
因来开始耕作，因来做事，因来开始耕作啊。因过去是游牧的民族，即马入去迦南地了，开始农耕队，开始会晓要安怎种植伫迄个所在，互伊上好的菜、上好的水果伫迄个中间来产生。因来开始有新的学习甲研究。咱要来看一个地图，伫即个地图的中间，咱就是以色列的国家甲台湾差不多大尔，幅度较大吼。咱伫即个所在，咱会当看到即个因对即个所在开始入来，即个是加利利海，即个是死海。因对即个入来了后，伫即地分做两个色，北边、南边两个色。伫即两个色的中间，伊甲咱台湾同款，对耶路撒冷分做界北边，啥物叫做流奶甲蜜的？流奶是倒一边，是顶的还是下骹？流奶是下面，下面就是旷野，雨水较少，亲像咱对台中以下同款，雨水较少，所以遐拢畜牧、饲羊、饲牛伫即个所在，南边的所在。蜜是伫北边，北边为什么？因为北边有一个黑门山，规年拢落雪，所以就即个雪就变做水，流到加利利海即个所在，来润泽北边的所在，所以一只呐菜色五谷耕作。来用台湾来讲，就是台中以北到台中以南，咱北部雨水较高，台中以南雨水较少。所以伫即个以即个国家内底，因就伫遐开始建立一个国家来学习耕作。感谢上帝，上帝互咱徛起伫台湾，甲以色列国家差不多大，啊嘛切做两边，台中以北甲台中以南。台中以北，咱住伫即个所在，雨水较高。嘉南平原，而且互咱通徛起，所以台湾是上帝赏赐互咱的嘉南地。你有感受安尼无？甲边仔讲，台湾是上帝赏赐咱的嘉南地。台湾会当生产五谷，伫即个所在，咱家己会当种植。世界上好的米，原来伫台湾，伫地上富裕这个所在，是世界有名的米。还阁所有的水果，伫台湾拢有。你手摕出来，芭乐、香蕉、莲雾、王来、山影拢有。四季上帝甲咱赏赐遮尔好的祝福，互咱伫遮成长。哪有讲一个人伫即个所在成长，伊无要听家己的所在？成长伫台湾，啊，拢咧想中国。我想这是咱正做一个台湾人民，上帝要甲咱祝福，互咱徛起伫即个所在，国家得到安定，人民得到幸福，就亲像伊祝福伫以色列人民同款。咱爱疼惜咱家己的国家，爱疼惜。咱行行顺顺伫即个土地伫遐徛起，上帝应允的福气要赏赐互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有好大的丰收伫咱的内底，互台湾的人民也成做一个世界一等的人民。咱有看见台湾的跆拳道、台湾的 tennis、高尔夫，世界是有名的。爱自我肯定，这是上帝的祝福，要伫咱的中间。17世纪的清教徒，这里面伊安尼讲，讲伫基督的王国内底，一个真少的珠宝，就是知足、感恩、惜福，这是基督徒爱努力开采的珠宝。上帝赐予咱。互咱正做基督徒，常常做伙就是感恩，就是惜福，来讲起上帝作。都是
这个以外的反面是啥？知足感恩惜福的反面是啥？反面就是嗨嗨餐、批评、complain， 不断做伙就是咧 complain， 就是咧埋怨、批评、论断、嗨嗨餐，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赐福咱，亲像伫诗篇128篇第1节甲第2节，安尼写：伊若敬畏耶和华、尊叹伊道理的人就福气。你要食罗乐起来，你要享福，互你事事得到顺利。愿咱搁一摆通过《申命记》摩西第2段的讲道来提醒咱，头一个，咱爱遵守上帝的教导、伊的律例、上帝的话。第二项，咱才会当领受伊的祝福，久长的祝福，一代一代煞过一代。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听，互教会2年读圣经，继续来看《申命记》的时阵，对摩西的提醒，互阮得到真多的帮助。摩西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民，都遵叹上帝的律例，就照安尼去行，才会得到祝福。主啊，阮知影，但是阮真学得行，阮有真侪软症，真侪软弱，是望决志，拢是阮做袂到。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搁一摆通过《申命记》28章来成就阮的帮助。顺服就要得到蒙福。上帝啊，你是福气的源头，你要赐福敬畏你的囝儿。也要赐福伫台湾，阮徛起的这块土地，这是你所赐福的迦南地，互阮要建立一个强的国家。你要赐福阮的人民伫这徛起，会当得到幸福，得到快乐。主，阮感谢你的听，互阮有共同台湾的意识，才会当得到上帝你久长的福气。阮即只来仰望上帝你的恩典，圣经所启示的话，也要实际应验伫阮徛起的世代。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